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你哋收睇香港新聞連線，我哋又嚟到外國專欄嘅時間，今日帶嚟嘅係衛報專欄，英國分裂危機，施紀賢時間無多。林肯曾經警告過，內部分裂之家無法屹立。美國後嚟因為奴隸制嘅問題陷入咗內戰，證明呢件事係真㗎。喺21世紀嘅英國係咪可以用佢獨特嘅方式淪為難以維繫嘅分裂國家呢？經濟分歧係咪已經根深蒂固，連英國嘅政府都冇力去應對？戰後時代呢兩個問題嘅答案越嚟越傾向就係答係啦。歷史顯示英國面對內外威脅嘅時候，務實嘅韌性係不容低估㗎。星期三部分撤回冬季燃料補貼嘅決定，體現呢一種自我保存嘅本能。呢一個政策嘅轉向，未能夠重建公眾對於政府解決問題能力嘅信任。施紀賢繼承呢一個長期衰退嘅困局，佢雖然唔係始作俑者，佢上個禮拜用陌生人嘅倒敘呢個言論試圖回應分裂嘅問題，但係移民並唔係唯一嘅原因。喺過去半個世紀，離心力令到英國日益碎片化，公眾對於政府體制嘅信心跌到歷史嘅新低，幾乎冇跡象顯示存在團結或者係協作嘅政治經濟目標，標誌住一個更加和諧嘅國家。5月份地方選舉引發對於冬季燃料補貼嘅重新考量，強烈顯示分裂可能進一步惡化。今個禮拜五，施紀賢將要嘗試解決另一個挑戰。對於部分人嚟講，國家同埋地區理事會可能只係政客，大家淨係得個噏字嘅場所。坦白講，確有淪為清談嘅風險。一個因為經濟同埋抱負不滿嘅英國，唔會因為憲政創新而改觀。而呢一場承襲工黨競選承諾，喺10月份第一次召開嘅第2次會議，仍然係關鍵嘅考驗。簡單嚟講，星期五將會揭示現代英國治理能否勝任。呢個理事會係施紀賢工黨在野時由白高敦構想嘅遠親。喺白高敦嘅宏圖裏面，理事會最終將會成為取代非民選上議院嘅新參議院，建構更加聯邦法嘅機構。而呢個計劃並未納入2024工黨宣言。施紀賢同埋工黨上面嘅議員亦無意重啟。根據內閣嘅辦公室網站，呢個理事會旨在促進英國政府、分權政府、倫敦市長、聯合權力機構以及聯合郡權力機構市長合作。冗長嘅措辭顯示理事會尚未定型，因為工黨嘅英格蘭分權計劃仍然推進緊，而佢嘅角色多數模糊不清。反映分權喺英國議會主權至上嘅體制裏面，始終用零散嘅方式去扎根。自從199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僅喺非英格蘭嘅地區危機嘅時候訴諸分權方案，結果部分威斯敏斯特同埋白廳人士仍然視為分權係外地嘅事務。呢種心態喺以英格蘭為中心嘅約翰遜同埋卓慧思首相任內肆意咁樣展現，兩個人都對於分權缺乏理解同埋極度反感。約翰遜就話分權係災難，試圖以英國內部市場法案削弱佢。佢同卓慧思從未尊重分權協議，或者就住重大事項諮詢分權政府。新冠疫情嘅期間有心，呢種敵意得到強烈嘅回擊。理事會首次會議為施紀賢帶嚟有利嘅時機，唔同落敗嘅保守黨，佢不被視為反對分權。而工黨喺英國大選嘅勝利，令到蘇格蘭嘅國民黨政府暫時收斂敵意。英格蘭市長參與之下，會議幾乎成為工黨盛會，樂於擁抱新首相同埋佢新時代嘅承諾。如今形勢大變，喺蘇格蘭，施榮尼嘅國民黨重拾信心，準備下年荷里路德選舉裏面擊敗工黨。而喺英格蘭方面，改革英國黨奪得克爾、東約克郡同埋大林肯郡市長職位，計劃2026年贏得更加多嘅市長職位，更加會喺威爾斯議會同埋荷里路德至少成為第2大黨。呢一個為施紀賢帶嚟嚴峻嘅政治挑戰，令到合作更具難度。同時迫使改革英國黨市長抉擇，
係參與做 show 定係缺席啦？然而呢啲新緊張局勢並未削弱政府之間同埋市長合作嘅必要性。今個禮拜，劍橋大學教授米高堅尼指出，關鍵嘅問題係理事會嘅用途何在。上個星期，堅尼同埋班尼特研究所嘅同事喺 PolicyWise 嗰度發佈報告，支持理事會嘅理念，但係批評佢缺乏明確性。堅尼就話佢唔係決策嘅機構，但係應該要有更加清晰嘅結構。格拉斯哥大學教授尼可拉麥克尤恩亦都話，與會者嘅權力差異係另一個關鍵。蘇格蘭、威爾斯仲有北愛爾蘭有明確立法分權，英格蘭就冇全國嘅議會，市長權力受到中央嚴格限制。如果理事會淪為空談，毫無作為，恐成隱患。麥克尤恩就警告，將分權嘅概念延伸到國家之間嘅關係同埋市長嘅功能關係存在風險。望落去好似好學術，但係重要性不容忽視。喺英國日益分權嘅治理體系裏面，如果冇各部分嘅協作，無論講緊中央、分權國家定係英格蘭地區政府，都好難實現優先目標。若果施紀賢想推動增長議程，重塑歐洲嘅關係，需要仰賴住分權機構嘅互動。同樣，施榮利嘅國民黨如果想實現消除同頻嘅目標，離不開英國政府支持。協作嘅政治動力喺威斯敏斯特政黨裏面並不普遍。幸運嘅係，施紀賢嘅佩斯利出身同僚，負責理事會運作嘅內閣大臣麥法登好清楚現實。英國政治嘅部落主義者可能唔想承認，但係協作治理係當今英國嘅必由之路。今個禮拜，理事會可能被視為邊緣事件，但係亦都可能會成為公眾對於政治信心恢復嘅關鍵。以上就係今日嘅外國專欄啦。各位觀眾又有冇留意英國嘅消息呢？自從工黨執政之後，唔知你哋覺得英國到底係越嚟越好，定係將會越嚟越差呢？不妨都將你嘅意見諗法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聽。如果你鍾意今日帶嚟嘅外國專欄嘅話，就之前可以幫我哋喺下邊撳個 like， 同埋將呢條影片 share 俾你嘅朋友一齊睇。稍後時間我哋仲會有其他嘅新聞內容，我哋稍後再見。由於反應熱烈呢，再度推出電子消費券，禮品精彩，越買越獎。嗱，買咗電子消費券再去買嘢，真係雙重優惠。購買3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咧，可以得到370蚊嘅指定禮品，包括韓國 Formbio 乳香關節軟骨素一盒，價值220蚊，能夠舒緩關節，不適合退化，減輕關節痛，修復關節及軟骨組織效果最好。第二係 Red Rice 紅米主題嘅餐廳嘅港幣50蚊現金券3張，價值150蚊。購買5000蚊電子消費券有769蚊禮物，包括 Formbio 乳香關節軟骨素一盒，價值220蚊，能夠延緩關節，不適合退化。韓國 Formbio 乳香酸胃酸樂一盒，價值249蚊，對經常覺得食咗嘢之後難消化或者胃酸倒流嘅，幫到你啦。仲有 Red Rice 紅米時代嘅主題餐廳50蚊現金券6張，價值300蚊。5月1號到31號，網上及門市都有售，使用期有效到2026年3月31號，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